今日同大家介紹啟鑽苑4至5人單位，全屋只係做咗基本地台同牆身油漆，配合訂造家私就更容易更改間隔同維修，價錢較平，亦可以更快入伙。戶主同嫲嫲、父母一家4口同住，而飯廳就係凝聚一家嘅地方。呢個全高身組合櫃就兼顧舒適同收納。玄關設有卡座，嫲嫲喺度着鞋就更安全啦。配合埋隱藏式拉台，隨時變成無障礙通道，嫲嫲嘅輪椅可以輕鬆出入。因為嫲嫲行動不便，唔適合用地台去增加儲物空間，取而代之就係呢個全高身間房衣櫃，可以收納海量衣物，儲存大量被鋪都冇難度。而床頭至床尾都有收納櫃，滿足一家4口嘅收納需要。配合優質五金配件及櫃邊圓角設計，使用更安全。櫃門門柄設計統一，營造現代風格。而客廳另一邊就有2間睡房，以特色牆連暗門分隔，代替傳統磚牆。加入條子設計，令整個客廳更舒適。房門採用緩衝膠，實用又安全。孫仔嘅睡房較細，但入面齊備睡床、書台、儲物空間，靈活滿足工作、收納同休息嘅需要。呢個間房儲物櫃省去傳統磚牆厚度，大大提升空間實用性。靠窗口嘅父母房採光度高，用衣櫃間房方便擺放衣物。訂造埋頂櫃，用盡房內嘅每寸空間。廚房訂造吊櫃，適合大家庭儲存食材同廚具，採用E0夾板同 PUR 封邊，防鏽悶膠，防潮效果良好。訂造鏡櫃及浴室櫃，唔單止令全屋風格更歸一，訂製合適高度，配合嫲嫲需要，為一家提供一個舒適安全嘅安樂窩。嫲嫲咁辛苦養大我哋，咁當然希望佢有個舒服嘅家，安享晚年。亦都希望阿嫲嫲感受到被重視同埋關愛。3代同堂真係唔係咁易嘅，但係家長 TMF 滿足到我哋嘅要求，實現咗呢個幸福舒適嘅家，讓我哋可以共度美好嘅時光。我好滿意成個訂造家私嘅過程，訂造間房易，好慳位，唔使裝修就間到3間房之餘，仲唔會有壓迫感。而且同設計師同埋訂造專員溝通好順利，佢哋會因應我嘅要求講解會遇到嘅問題，仲提供唔同嘅解決方案。確認設計圖之後，30日就安裝好，令我可以好快就入伙。我亦都好滿意製成品。